近网络顶有一篇的文章咧流传，讲因一家伙仔拢为着病毒，3个囡仔拢发烧，带到台大病院来急诊，病医所讲因是轻症，伊痛骂政府无超前部署，无非这是假消息。事后查出这篇铺文，竟然是为台北市政府流出来的。市长郭文摕真火大，下令来调查，昨暝查到了。铺文章的是台北市会展产业发展基金会一个员工，伊讲伊所写的，拢是伊家己亲身所拄到的代志，绝对无造假。有网友伫 PTT 发文章讲，规个伙去为着新冠病毒，毋但太太中重症，3个囡仔嘛烧到40度，去台大病院急诊 PCR 确诊，院方讲这是轻症。骂政府讲无超前部署，要么事后，这篇文章被查出来讲，发文的 IP 位置是伫台北市政府内底，这撮互台北市议员提出来质询市长郭文天。抓包的不承认，还在那边说我是来监督大家的，谁？查出来，好，什么时候查出来？不用，1个礼拜就够。郭文天讲，这1礼拜就够啊，本来打算后礼拜3公布完整的报告，是毋到昨暝台北市的资讯局掠着人啊，发现是一个台北市会展产业发展基金会一个姓林的员工，也毋过伫调查过程中，伊讲，伊这是伊本身的作物，绝对无制作谣言，是写出不满尔。我们知道他后面染疫那段是确实的。那至于你说他的那个惩处的部分的话，因为我们就是会召开人民会嘛，那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讨论，那依照规范来处理。这个话题伫网络引起真侪人伫讨论，即马真相大白啊，是讲这个文章的内容敢有妥当，会安怎处理？市政府会阁讨论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